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伯記第18章第1節至21節，主題係比勒達認為約伯是惡人。作者喺約伯記第18章記載，比勒達斥責約伯嘅言語狂妄，同埋輕視朋友嘅智慧，以及對朋友嘅忠告毫不理會。呢種態度只會加深約伯嘅困境。比勒達描述惡人嘅命運，指出佢哋嘅燈光將被熄滅，生命陷入黑暗。比勒達認為惡人注定會失去力量，最終必走向滅亡。比勒達強調，惡人必會遭受上主審判嘅可怕結局，佢哋嘅家園會被毀滅，名聲會被遺忘，家族斷絕，成為世人嘅警戒。最後，比勒達警告約伯，如果佢唔悔改，佢嘅結局將會好似惡人一樣。比勒達用生動嘅畫面描述約伯可能面臨嘅毀滅，敦促約伯要重新反思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伯記第18章記載，比勒達斥責約伯嘅言語狂妄。比勒達認為呢種態度只會加深約伯嘅困境。咁當你被其他人指責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冷靜分析批評者嘅內容，而唔係急於反駁呢？